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伫礼拜开始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保守阮，看顾阮，互阮得到平安。阮伫每一天拢领受你真大的恩典，互阮伫日常的日子中间，有气力去面对所有的艰难困苦。我们因为安尼来感谢而乐你，祝阮当用欢喜的心，搁一遍来到你的圣殿，期待透过今日的礼拜，用你表达阮心中无限的尊敬。无限的懊恼，无限的感谢，期待透过礼拜中间听你的话，来得到气力，互阮伫生活中间更较有信心，去面对所有的无共款的情形。伫顺境的时，互阮会当有感谢的心。伫逆境的时，也互阮有气力、勇敢去面对。主啊，所以阮恭敬将今早起的礼拜，仰望伫你的手中，求你亲自带领，求你赐根圣神伫阮中间运行，互阮会当享受甲你同在的美好。阮也特别将今早起礼拜服侍同工，拢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亲自赐福。无论伫外面交代，或者是礼拜中间献诗、抒琴、聚会、团工信息，主你拢甲阮三合伫地，求你保守阮所做一切，会当合你的心意。阮也将教会中间培育的时间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赐福互所有儿童、成人、主日学的老师，会当更较有智慧、有口才，会当传讲主你的信息，帮助教会的信徒灵命的成长。我也将教会所推动所有的事工，拢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亲自带领、保守、甲看顾。亲爱的主，相邻教会有奉你的名设立无共款的机构，服务无共款的对象，求你帮助阮。阮无论伫幼儿园、安养中心，或者是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所推动的这事工，拢真真正正会当满足你的心意，诚做济济人的祝福。无论是细囝，无论是长辈，拢会当领受极大的恩惠。亲爱的主，阮也特别将阮徛起的乡土台湾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亲自引带保守，享受真实的公平、和平、甲平安伫阮的中间。求主亲自带领、保守看顾，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
咱就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就对伊唱欢喜的歌，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是赢过一切生命的大君王。各位亲爱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伫礼拜日的主日，会当做伙来敬拜上帝。这是请咱做伙来吟诗，学了上帝新圣诗11首，新圣诗11首，请咱起立来吟。请坐。这时，请咱做伙同心来祈祷。创造宇宙的主宰，阮的上帝。当你创造阮人类的时，将活命、快乐甲福气赏赐予阮。你不但掌管阮生命中间的大事，也照顾每一项细节。通过你奥妙圣手的作为，你予日月星辰有规律的运行，也予春夏秋冬伫无同的所在得执行因的功能。那即马伫阮台湾是炎热的季节，你予树木花草木生，予打扫的土地得到雨水的润泽，予阮有舒适的环境伫遮生活。阮对你所创造的一切
感受到你的伟大。特别你知我每一个人拢无完美，时常会过失犯错。有时阮只手在做你所交托的事工，倒手却无意中互人绊倒艰苦流目屎。你就找圣囝耶稣，替阮牺牲受死，互阮的过失得到遮坎，罪得到洗清。这款无条件的拯救，阮不但笑念，更加意爱伫列邦的中间来宣扬这款得救的故事。但是阮却时常软弱笨蛋，来阻挡阮宣扬福音的热情。主啊，求你照你丰盛的恩典，拄起阮的惊吓，赏赐阮有够野的勇气，来宣扬你真理甲活命的话，伫万民的中间。亲爱的主，伫暑假期间，教会为着青少年甲小学的学生安排侪活动，有学几学校，甲各种的宴会，咱是要互因有机会行出教会，落实信仰生活，甚至到伫偏僻的乡村，为着社区来服务。互因照着无共款的活动，学习彼此相听的功课，经历听人、听土地的喜乐，互因的信仰得到增长，灵命得到更新。恳求你保守因带阮，所有的活动拢通顺利平安来进行。也会当感动更较侪青少年，透过这个活动，愿意来亲近认捌你。主比个人民的天父，愿机体中间有人身躯欠安，倒伫病床；有人心神忧伤，受困毒；也有人亲人死失，悲伤。求你互阮大家，通过祈祷，成做你安慰扶持的同工，补足阮的欠缺。但这时，阮要用谦卑甲渴望的心来领受你的教示。求你的神甲阮同在，圣化这个礼拜。这是阮大家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一声安尼来讲：阮的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伫一城，伫地人亲像伫天人。阮的世行的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着我脱离迄个歹的，因国、权柄、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就是请咱三个来交托启应文，伫圣诗后面，启应文23篇，记载伫圣诗后面35页。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愿以色列讲，愿阿伦的家讲。
愿敬畏耶和华的人讲：我伫危急的中间求救耶和华。有耶和华甲我伫地，我就无惊。就甲我开义的门，这是耶和华的门。我要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应我。师傅所弃杀的石，已经成做主角头的石。这是耶和华所定定的日。耶和华，但求你拯救，奉耶和华的名来，应该得到福气。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感谢你。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这是要请迦南诗班带咱来学了上帝，因要吟的诗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感谢嘉南诗班用真优美的歌声，带阮来敬拜上帝，将所有的荣耀归给上帝。这时，请咱三个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10章第10节到13节。台语译本是372页，现在中文译本是263页。哥林多前书第10章第10节，毋通亲像因中间有一寡人讲妄言，说互毁灭者消灭，因所拄着这个代志，通做别人的感觉。佮记录落来，通警戒咱遮个活伫末世的人。所以想讲家己徛伫地，着警醒，则袂跋倒。恁所拄着的考验，拢是人会拄着的。上帝是信实，伊袂互恁拄着担当袂起的考验。恁拄着考验的时，伊要甲恁开一条出路，互恁忍受会条。以上愿上帝话，成做咱的快乐甲帮赞。今早起带主任牧师所要传讲的信息是埋怨第2讲，埋怨第2讲，请咱大家用恭敬的心来领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顶礼拜咱有讲到埋怨产生的原因，甲埋怨造成的问题。所以咱拢知埋怨对咱甲别人、甲上帝的关系，拢会造成一寡问题。但是有时阵，咱伫无意中，也是会陷入迄个埋怨中间。所以今仔日牧师要甲大家做伙来思考一项代志，就是安怎将这个埋怨消除掉。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你赏赐阮圣经就是你的话，互阮会当透过圣经的话来思考、来调整、来更新阮的生命。主，阮伫阮的生命中间，有缘存在着真侪困境，真侪你无欢喜的事。阮恳求你会当透过每一遍阮读圣经的时，提醒阮，互阮知影倒位毋对，爱安怎调整，也互阮快乐，会当将你的话积极实现出来。来延长你的性命，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咱小可来复习顶礼拜咱所讲的，咱顶礼拜有讲到埋怨的对象，大概有三种对象。第一种就是对别人的埋怨，第2种就是对家己的埋怨，第3种就是对上帝的埋怨。有这个对象咱就来思考讲，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埋怨？第一个原因就是讲，咱毋知影知足，毋知影惜福。第二就是讲，当一个人拄着灾害、困苦的时阵，总是会产生埋怨。第三就是有个人感觉家己无受到公平的对待，这受到不公，伊嘛会埋怨。最后第4项就是受人煽动原本对家己无啥物感觉，别人来煽动一下，就开始埋怨。所以埋怨有这个原因。但是埋怨对咱有啥物款的歹处？咱顶礼拜有讲到，埋怨会伤害咱的心灵，因为埋怨的人绝对是毋是快乐的人。第二，
歹愿会破坏咱甲别人甲上帝的关系。最后一项就是圣经中间有记载，歹愿会互上帝生气。所以歹愿既然有遮尔济歹的所在，咱就爱学习安怎将即个歹愿消除出去。所以今日牧师要甲大家分享3个秘诀，这3个秘诀会当帮助咱做调整。同时，牧师也要互大家3个功课，咱回去了就照即个功课来实行。啊，麻烦若有参加小组的，请小组长爱注意，大家有写功课无？第一个，咱要消除歹愿其实歹愿上界大的问题就是对上帝歹愿。啊，为什么会对上帝歹愿？就是咱对上帝无信心嘛。所以消除歹愿的第一项就是咱对上帝爱有信心。顶礼拜咱捌讲过，伫哥林多前书第10章的这段，咱读的这段的头前，保罗讲2项，加这个歹愿，总共3项，这3项做保罗提醒哥林多教会人爱注意。这3项，第一就是淫乱，第二就是拜偶像，第三就是歹愿。牧师顶回有甲大家解说过，咱一般人拢感觉讲，我感觉不满，咱细细念一个，牛念一个，歹愿一个，敢有亲像拜偶像遐尼严重？其实无论是淫乱、拜偶像，还是歹愿，因的本质中拢有一项是相共的，就是人之所以会歹愿上帝，就是因为对上帝无信心嘛，无将上帝当作上帝嘛。如果你若相信你的上帝是全能的上帝，是听你的上帝，你就袂对上帝歹愿。无，你有这款的信心，你就袂对上帝歹愿嘛。所以拜偶像，就是无将上帝当作上帝，去拜别个偶像。歹愿嘛是相反，你无将真神上帝当作上帝，才会对上帝产生歹愿。所以要消除歹愿，就是爱对上帝有信心。圣经中间安尼人讲，因为咱活的是凭信心，毋是凭目睭所看见。因为咱目睭所看见，可能真侪问题、真侪困难、真侪人的腐败、真侪人的软弱，咱看了咱就无气力，无气力咱去行落去。但是咱若活的是凭上帝予咱的信心，咱会当看见愿望嘛。所以咱生命的动力，就是因为咱对上帝的信心。咱每一步咧行的过程中间，咱就知影，拢后一步就是有愿望、有光明。毋是咱目睭所看到的一切。所以咱要爱有信心牧师甲大家做2个提醒。咱爱有2个真坚定的信念。第一个就是咱爱有相信上帝，伫咱的生命中间有一个美好的计划，有上帝真好的旨意。咱来看一段经文这是伫腓立比书的第2章13到15节。保罗先生安尼讲，因为上帝常常伫恁心内做工，互恁既然愿意，阁会当实行伊美善的旨意。恁无论做啥物，拢毋通埋怨甲争论，通互恁伫即个腐败顽巧的世代，纯洁无瑕疵，做上帝无缺点的儿女。恁爱伫世人中间发光，亲像天星照耀天顶。所以保罗伫遮替咱提醒一件代志，伊讲，咱也知影上帝伫每一个属伫伊的儿女的身上，拢有真美好、真好的计划甲旨意。这个计划甲旨意，就是要互咱伫这个顽巧腐败的世代中间，成做一个美好的见证。亲像伫黑暗中间发光的星，互人看见。
所以咱大家有一个责任，上帝伫咱的生命中间有一个计划，有一个旨意，就是咱每一个信上帝的人、信耶稣的人，拢爱诚做伫黑暗中间迄个光，互人看见。如果咱若拄着困难，咱就埋怨，咱世界人安怎看咱？因可能会认为讲，安尼信耶稣甲无信耶稣，毋是拢相共？阮拄着困难埋怨，你嘛是相共。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一定要相信，上帝伫咱生命中间有即款的旨意甲计划。伊的计划，伊的旨意，就是爱咱透过生命中间无共款的经历，咱的生命得到成长，然后成做活活的见证。所以，无论是顺境也是逆境，咱无埋怨，反倒当是伫中间看见上帝的计划。比如讲，即边我破病，一方面，互我知影我家己是软弱的；另外一方面，我也相信上帝是要透过安尼来训练我、磨练我，互我会当更较体贴遐破病人的艰苦。当时伫这过程中间，我也感受到真侪兄弟姊妹的疼，而且也建立我对上帝的信心。虽然破病个性无好，但是嘛有真侪好处。安尼有啥物通好埋怨的？所以第一项，咱来相信。上帝爱咱伫即世间做见证，这是伊美好的计划。然后，有第二个信念，就是咱来相信，甲咱伫地上帝，伊伫每一件事顶面完全掌管。拄则咱所读的腓立比书的第2章，其中13节安尼讲，因为上帝常常伫恁心内做工，因为上帝甲咱同在。伫咱心中做工，咱的心就勇敢起来。伫逆境中间无埋怨，充满勇气。因为咱知影，上帝是掌管一切的上帝，上帝无所不能啊。所以检查咱行伫迄个死荫的山谷，行伫迄个困难的路程，有主甲咱同行，咱毋惊灾害。内心也因为安尼充满感恩，袂埋怨。咱顶礼拜有讲过，一些人伫出埃及的过程中间，领受遐尼侪恩典，但是因不断埋怨，无水也埋怨，无物件通食也埋怨，无肉通食也埋怨。不但埋怨摩西亚伦，佮埋怨上帝。结果咱看见即群人的结果是安怎？无一个人除了约书亚甲迦勒以外，其他的人拢袂当进入迦南美地，因为因的埋怨。所以保罗安尼讲，就今仔咱所读的经文讲，咱毋通亲像因某一寡人吹出怨言，因为因吹出怨言，比极行毁灭的天使大。所以咱伫圣经中间讲，因埋怨到最后，上帝互因拄着一寡瘟疫啊，等等这些灾害，这群人完全拢死伫旷野中间，无一个人会当进入迄个应允的地。但是这群埋怨的百姓中间，咱要注意两个人，就是约书亚甲迦勒。其中迦勒，咱看圣经对伊的评价是啥物话？圣经讲，独我的罗伯迦勒，因为伊有另外一个心志，专一跟对我。迦勒甲别人无共款，伊有另外一个心志，啥物心志？就是伊拄着困难，伊无发怨言，伊对上帝有信心，伊忠实跟对上帝。咱顶回有讲过，因要入迦南地进前，摩西派12个人去探查，其中10个人倒来是讲歹消息，讲遐人身材悬大，咱伫伊面前亲像草莓啊，咱入去稳死的。结果伊哪会入去就死啊？只有迦勒甲约书亚，因是用信心看见着上帝同在，其他人是用因的目睭看到困难，
所以无相款的看见，都无相款的反应。只看困难的人，对现实就充满了埋怨；但是看见上帝同在的人，就对未来充满信心，愿意专心跟对主。虽然拄则有讲过，人活的是安那，是凭信心，毋是凭目睭所看见。有个人讲，牧师，我有时安尼，我嘛是有时埋怨上帝啦，吼，有时无意中安尼，吼，所以牧师互大家一个功课。第一个功课就是讲，当你想要埋怨的时阵，你用祈祷来代替埋怨。你对上帝讲出你心中的艰苦，你拄着的困难，求上帝互你气力。我相信透过祈祷，咱会当有智慧甲气力去面对咱所面对的困境。这是第一个课题，也是咱爱做回去做的第一个作业。第二项，对人的部分，咱有时对别人产生埋怨，别人做了无合咱的意思，也是讲伊做危害咱的代志，咱会对伊埋怨。要消除这个埋怨，真重要就是咱时刻拢爱对人存着疼心，对人存着疼心。咱应该爱做两项代志，第一项代志就是，咱爱较侪徛伫对方的立场去想这个代志。咱徛伫对方的立场去想，就比较较袂产生埋怨。咱若想看，如果咱拄着相款的处境，咱所做的可能会甲伊相共，咱就比较较袂埋怨。我顶礼拜有讲，有真侪爸母埋怨囡仔毋捌代志，真侪囡仔埋怨爸母无了解家己。如果双方会当伫迄立场顶面来对换，咱做囡仔的加想看爸母因工作真辛苦，为了维持家庭的需要，因必须要拍拼去工作，忍受真侪困难，因就去体贴爸母的辛苦。就比较较袂埋怨爸母，爸母嘛爱加想看，徛伫囡仔的立场，咱伫青少年的时阵，甲因嘛是相共，减少咱若徛伫对方的立场，咱就减少真侪埋怨。当然有一寡人真正做毋对代志，伤害着咱，互咱感觉真气，想要埋怨，想要报复。但是圣经同咱讲，咱爱包容，因为埋怨甲报复袂互伊改变，只有包容才会当带来代志的反转。这包容这个字是希腊文中间伊的利君希腊文拢有一个利君对这利君发展出来一寡单字。包容这个字的利君是什么意思？是厝顶的意思。咱看咱即摆才有厝顶对无？厝顶的目的是要做啥？做保护嘛，要保护咱踮伫厝内底的人嘛。所以厝顶真可怜，伊为着要保护内底的人，伊就爱忍受真侪代志，落雨伊爱忍受，咱台湾是袂落雪啦，若落雪伊嘛爱忍受，风台嘛爱忍受，单雷公嘛爱忍受，像今仔遐尼热，日头照伊嘛爱忍受。但是这厝顶咧忍受，忍受毋是目的，忍受是手段，目的是要保护咱徛伫这厝内底的人，这叫做包容啊。所以包容本来目的就是要保护。为着要达到保护的目的，包容必须要忍受一寡痛苦。佮举一个例来讲，如果咱若受伤，咱看别人受伤顶面有一个空喙，你若是伊的歹朋友你若是歹人，你就即个空喙顶面压盐，压盐伊足生的迄就是埋怨，埋怨就是压盐。但是咱若看到伊受伤，咱有怜悯的心，
咱就替抹药啊，然后用 OK 棒来包起来，这些受伤的所在包起来，互伊会当慢慢复原，这叫做包容。所以包容就是 OK 棒，埋怨就是牙炎。咱伫咱个人甲别人交往的过程中间，还是讲伫家庭、伫教会内底，拢相共。如果你若看倒位有破壳，有一个伤痕，咱应该安怎做？咱应该赶紧找 OK 棒嘛，把这破壳来包起来，这才是积极的态度。毋是消极的批评，也是讲发怨言，埋怨。因为听是凡事包容。听会当掠砍真侪罪，包容袂当弥补啥物，只会当增加迄个空罪较大。所以彼得前书的作者安尼讲，你若互相款待，无发怨言。这互相款待，这个款待除了讲热诚的交代以外，其实是讲另外一种内心的接纳啊。你若互相接纳，彼此包容，无发怨言，所以这是真重要的。当然，大家有爱注意一点，包容毋是用阮做，包容是有积极性的意义。我对伊讲，包容是 OK 棒，内底爱放药啊，但包起来，无互细菌搁入去。但是因为有药的关系，所以伊会渐渐复原，这空喙会好。这叫做包容。那另外一种叫做包庇啦，包庇就是暗砍，暗砍甲包容是无共款的暗砍就毋对。譬如讲，举一个，有一个囡仔犯一真严重的错误，因老母知影一件代志，讲因老爸足歹。那互因老爸知这囡仔若无互伊拍死，有半条命。所以这母亲就想讲，要安怎做？伊就决定讲，安尼暂时毋通互因老爸知，毋通把这件代志来因老爸讲。如果这个母亲只做到安尼安尼就是暗砍啦，就是包庇啦。但是伊若佫继续做，伊就来迄个囡仔叫来讲，你家己反省，你有对伊做毋对无？互囡仔反省，然后讲你要安怎改变？借着这个机会来，这囡仔教育，互伊会当修正转来，行伫正路顶面，这才叫做包容啊！所以咱毋是讲拄着有人犯错，咱就暗藏起来，暗害互人知，拢无代志，毋是安尼。这叫做暗藏，叫做包庇。包容是咱来面对这个问题，但是咱用疼心对待伊，互伊伫这个过程中间会当复原，来挽回因。所以咱要用包容的立场去对待有犯错的人。总共一句咱的第二个功课就是，要用疼心去处待对别人的埋怨。这是第二个功课。然后咱来看第三点。第三点就是讲，咱有时会拄到一寡代志，咱感觉不满，产生真侪埋怨。要安怎消除这埋怨？咱学习两个功课，就是知足甲感恩。第一项就是知足，这无书讲过几多遍啊？知足就是爱学习两点。第一点就是讲，咱先爱确定咱真正的需要。一个人会无知足，就是伊感觉拢受到内心的欲望作用啊！特别是这物质的环境的影响真大。所以你若要学晓知足，第一步就是讲，我确定什么是我真正的需要。因为你教是囡仔的时候，咱拢来讲，你要判断这件代志，你要买这项物件的时阵，你就要想讲，这到底是你的需要，还是你的想要啦？你是想要爱这个物件，
还是真正需要这个物件，咱来做一个分别。需要是咱真正会当帮助咱对咱有利益的，啊，想要是咱的欲望来作怪。我举一个我家己错误的例，互大家知影。我过去有一段时间其实大家知影我真爱写字啦啊，所以我就是有迄个收集迄个钢笔的习惯啊，有人知影啊，有时会送我啊，佮甲我家己买一寡钢笔啦啊，我即马差不多应该有超过100支啊，100支钢笔但是即摆咧写的领一支领一支尔，啊，而且过去看讲，迄名牌钢笔一支足贵的啊，做了真水看了足介意的，啊，做想要来买咧，啊，但是迄价足悬嘛，啊，到尾，有机会去写掉，发觉讲迄个笔也无好写。咱这，我这支是台湾製非常好写，这是上界好写的笔。你若要知影啥物牌，等下当问我。所以其他即摆咧写1、2支尔，其他90几支放伫遐。所以你需要甲想要，这无共款。咱有时互咱的欲望所掠陷。至到咱所求的，毋是咱真正的需要。所以圣经中间来讲咱还未求进前，天父就知影咱的需要。有人就问讲为什么爱着去祈求？因为咱家己毋知影咱家己的需要，所以你爱祈祷。祈祷中间求上帝，互咱知影咱真正的需要是啥物。这第一项，确定你的需要。第二项，就是咱爱看家己有诶，毋通看家己无诶。就是咱来专注咱所拥有诶，然后好好享受上帝互咱拥有诶这一切。如果一个人常常咧想讲我无啥，我欠啥，我失去啥，你就感觉你真爽样。如果一个人常常想讲我有啥物货，我得到啥物货，安尼伊一定真富足。因为知足的人，就是常常看家己所有的，无去想一寡家己得袂到，然后伫家己所有的中间去享受这个，伊就真容易伫这中间得到喜乐。所以知足，咱来学习这2项。第2项，咱来感恩，凡事拢爱感恩。咱来知影一个常常埋怨的人，一定是一个袂晓感恩的人。当咱欠缺感恩的心的时阵，第一个镜头就是埋怨。一旦开始埋怨，安尼其他的代志拢毋对啊。你来个教会，教会毋对，你看你的兄弟姊妹、亲人朋友拢毋对，这个也毋好，迄个也毋对。到最后，咱对上帝就无允通写啦。埋怨充满你整个的生命。爱埋怨的人嘛是一个欠缺喜乐的人。欠缺喜乐的人，一定是一个袂晓感恩的人。所以这是有连带关系。一个毋知影感恩的人，伊只会晓埋怨，伊就无喜乐，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影响你的生命。前一阵有一个朋友知影我破病，特别拍电话，要甲我做伙取暖啦，因为伊有破重病啦伊甲我讲牧师啊，我一生拢咧努力拍拼工作，事业嘛真有成就。我拄仔想要退休，好好来享受我的生活的时阵，我煞破病。我想到一场病破坏伊所有的计划，所以对伊的讲话中间，我知影有真侪感慨。我嘛听会出来讲，伊心内有一寡埋怨。我就讲咱虽然破病，但是咱有爱感恩啊。
伊讲哦，牧师啊，我病到遐厉害，遐尼痛苦，我是要怎感恩？我来讲吼，咱来安尼想，咱来感谢上帝。好佳在咱是生活伫即摆台湾，做咱台湾人足好诶。好，咱台湾即摆医疗遐尼进步，病院诶设备、医护人员诶水准品质遐尼好。如果咱若做别国人吼，可能即摆咱两个拢走啊。吼，而且佫是即摆台湾，你若50年前诶台湾都无共款诶。阮老爸50年前嘛着鼻炎来。啊，治疗就较无效果，迄阵治疗无像即摆遐进步，所以咱会当生活伫即摆台湾，咱是足幸福诶，咱来感谢。啊，第二项，咱所破即个病吼，佫有方法通治疗，毋是绝症。过程中间虽然真辛苦，但是咱有恢复健康诶机会嘛，咱有恢复健康诶愿望嘛。啊，这嘛爱感恩。好，有人得到绝症，连医生要帮助伊都无法度。啊，咱毋是安尼，咱爱感恩。而且我搁来问，我搁来问啦吼，讲，伫你破病这段时间吼，恁某对你好无？伊讲哦，阮某最近对我足好诶，吼，服侍我足好诶。我来讲吼。你看这段时间，咱的亲人、咱的朋友，遐尼侪关心，这毋是因的义务呢，是因的疼心呢，这嘛爱感谢。有晓讲诶，讲哦，安尼我即马感觉较欢喜啊。好，所以圣经中间咱讲吼，讲爱奉咱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为着逐项的事感谢拜上帝。啊，逐项诶事是啥物？所有诶事嘛，包含好事甲歹事嘛。点彩伫迄个上界歹诶事中间，你嘛会当看到上帝恩典啊。所以常常存着知足感恩诶心，不但是无法怨言诶秘诀，而且是得到上帝祝福恩典诶一种方法。但咱对即个苦难困境中间，透过咱诶感恩甲知足。来变做一种祝福的关键，因为感恩，互咱的目睭转向上帝的保守甲照顾；埋怨，互咱的心思停留伫咱的失败甲无能。这是两项真无共款的代志。所以第三个功课上介重要，请大家准备一本笔记簿。啊，有诶人即马有手机啊，真方便，手机会当记录嘛吼。你每一工你所领受诶文典，你来记落来。哦，再出来哇，天气足好，感谢主，来记落来。好，我来到教会，吼，相信教会冷气真冷，感谢主，吼。真济会当感谢，你会记落来，吼，逐工记，然后过一段时间，咱转来看，哇！你会发现讲，你的生命中间，你的生活中间充满了真济恩典啊！只是你家己无去想，无去发觉尔。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做一个感恩的人，做一个知足的人，就是一个幸福的人，就是喜乐的人。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恳求你，互阮会当真正明白你的话，你的提醒，也互阮有气力来实践出来，互阮成做一个喜乐的人，一个幸福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是请咱三个来吟诗回应上帝的听。圣诗303首，上帝的囝基督。
请咱起立来吟。请坐，这是请咱准备心来奉献。
来感谢。天父上帝，感谢你，逐日赏赐丰盛的恩典伫阮中间，无论是肉体的灵者，也是生命的灵粮，拢得到养赐，互阮的身心灵拢得到养壮。即马将你所赏赐的金钱甲财灵献伫你的面前，求你感纳。也恳求圣神感动来垂听阮，互阮成做你好的器皿。安尼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请坐。这是要来报告，请咱掀开周报第6页第2大点，具体的关怀。第一，本会会友李志发兄弟李可碧霞姊妹的丈夫，伫6月21日安详出怀，定伫7月7日礼拜一上午10点半，伫台北市第2殡仪馆景永楼至今二厅，要举行告别礼拜，请兄姐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本会会友陈慧玲姊妹的老爸陈富金先生，伫6月25日安详，定伫7月13日本周四上午11点30分，伫台北市立第1殡仪馆永爱厅举行公祭，请兄姐关心代祷，也愿上帝安慰遗族。第三，本会会友李梅基姊妹伫6月27日安详，定伫7月15日礼拜六上午7点半，伫台北市立第2殡仪馆至今二厅要举行入殓火化礼拜。7月22日礼拜六下午1点半，伫10楼礼拜堂举行告别礼拜。请兄姐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第四，恭喜本会会友李正浩兄弟李宏德、甲陈美仙伉俪的囝，甲李彩玲姊妹，定伫7月15日本周六下午3点半，伫10楼的礼拜堂要举行结婚感恩礼拜，愿上帝祝福新人。第三大点，释教110周年系列研讨会之2，后疫情时代的宣教甲教会转型，欢迎兄姐做伙来参与。时间是伫7月22日礼拜六上午9点到12点半，地点是伫10楼礼拜堂。专题的讲员甘仲伟博士甲曾浩成牧师，这需要报名来方便准备讲义。午餐助理若有需要带订便当的，请当日报到的时
时来交100块。以上，其他请咱家己来看。啊，此时要来请咱蔡准牧师来欢迎来宾甲牧养的代祷。大家平安。首先来介绍第一遍，甲咱做伙礼拜兄弟姊妹吼，这有一位是张亚青姊妹，张亚青姊妹伊伫高雄吼，啊来讲婆因厝吼，好啊欢迎。其他有第一遍来甲咱做伙礼拜，无介绍到。哦，有基督书院5号长伫咱中间，咁来起立互咱哦请这贵宾等下，咱的礼拜结束了后，会当去甲咱的贵宾室，互咱做进一步介绍甲接待。这时阵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因为你无限的恩典。互阮得到快乐。虽然阮的人生有悬有低，有顺境有逆境，阮恳求主你帮助阮，互阮伫顺境的时阵学习感谢的心，伫逆境的时阵，要我靠你来超越过这困境。阮伫阮的肢体中间，有人失去亲人的。恳求主亲自安慰，互阮看见你所赏赐阮永远的愿望。要咱有病痛的，求主你亲自扶持医治，也兴起较侪兄弟姊妹，会当互相关心，彼此代祷。是阮的主啊，阮将阮的教会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你亲自赐福，我教会所有的兄弟姊妹。会当真知你的心意，你的计划，都是爱阮伫即世间最美好的见证，来荣耀你。求你赏赐阮快乐，互阮会当完成你的计划。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这是请咱三角来吟上言508首，吟诗后请蔡准牧师来祝祷，请咱起立来吟。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扶持相通，甲恁三甲之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密道下温，强受车欠。